流浪貓小劇場，簡約貓主義。2020年傳染疫情肆虐全世界，改變了大部分人生活方式。足不出戶隔離在家已變成了常態。開始會有聲音在問：以前的常態真的是對的嗎？這大半年習慣了宅在家，又害怕走上街。即使是走上天台放風，也要鼓起很大的勇氣。喵！突然不知從哪裡跑了一隻貓出來，喵喵喵喵的在叫着。可能以往只顧低頭看螢幕，在貓的叫聲之中默然回頭一看，原來這裡的景色不錯。其實真實的風景遠比螢幕好看得多。看見貓在追老鼠的衝勁，就算是長年缺乏運動，也忍不住隨着喵狂奔。恰恰就似每天生活中人云亦云的本性。貓似預約了朋友，碰到面時喵個不停，自己一直只拿着手提電話，內有不同形式聊天軟件。也可能是太依賴太懶惰，原來也有幾年沒直接跟朋友碰過面。貓倦了便回到就破紙箱，在箱子裡安心又滿足。別再抱怨住在小窩居了，看喵也知道其實這只是一個睡覺休息的地方。一個廢紙扣，貓原來已經樂上大半天。發現可能是我擁有太多，讓我不知道怎樣選擇的娛樂，而生懊惱。貓對着鏡子像跟自己對話，看上大半天。我需要是幾分鐘的靜觀，看一下自己真正需要是什麼。那答案是現實而非理想的。越看着貓，越愛上單純。在貓的眼內，好像有很多東西要告訴我。我不確定是什麼，但在貓眼內確實有點像是彩虹。渴望得到知道的彷彿就在貓眼內，我毫不猶豫撲向這彩虹。貓好像帶我擺脫了過多和不重要的物質，所需要其實是很簡單。非物質極簡的生活令我好像釋放了自己，而且也很簡單。這可能是在過去沒法感受到，特別在2020這年，讓大家所感受到的遠超越以往。珍惜過的相遇，留心關顧一下四周，看看身邊在動、在流、在生長的。這可能是貓星人帶給我們的提示。